規管私營骨灰龕場。法例生效前已經存在嘅私營骨灰龕場可以暫時免除法律責任。私營骨灰龕場增加，但係部分違規興建。食物及衛生局建議立法制定私營骨灰龕條例，推行發牌制度，有效期為5年。唔可以分租或者轉讓骨灰龕場，強制規定持牌人同消費者訂立合約，以及設立骨灰龕保養基金等等。當局亦都提出豁免措施，暫時免除喺發牌制度生效之前已經存在嘅私營骨灰龕需要負嘅法律責任，並且考慮設立18個月嘅過渡期，等佢哋有時間申請牌照。俾一個真係有機會可以符合到規劃同埋地政嘅條件，亦都係唔係佔公地，亦都係冇任何建築物違反，會考慮咧係將來咧可能俾到一個牌照俾佢，希望打擊佢哋呢投機嘅分子。如果佢哋現時未曾符合任何規劃、地政或者係建築等等嘅規例嘅話咧，將來咧佢係冇法子係攞到呢個牌照嘅。但係有關注骨灰龕嘅團體就批評政府讓步太多。比起舊年嗰份諮詢文件嘅態度咧，係更加軟弱。用呢幾年嘅諮詢時間或者係立法嘅過程咧，拖延立法咧，係讓佢哋有個開綠燈嘅情況咧，要俾佢哋有機會咧，係不斷係去營運。當局計劃喺2013年嘅第4季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無線電視記者吳偉慧報導。繼續台灣大選系列。